馬生就留言啦，佢話魅力星咧跑泥地咧就應該唔會喘嘅喎，跟前啲咧好好跑嘅，有賠率，4歲仔咧可以贏翻上去4班喎。咁但係路飛有佢㗎，有七嘅13倍俾你搏嘅，咁又賠率上係真係幾可觀。同埋個位啊、跑法各方面都安心嘅，佢二檔應該學近期咁，唔使太後。準備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城中勇士外邊啊零，OK，快嘅。呢場就買咗，頭先講咗啦，要咗魅力星，2次泥地都冇喘嘅，跑親沙田都唔知點解喘鳴發作。OK， 好，咁所以買咗佢，今次又跑翻泥地啦，排咗好檔2碟，而家跟咗喺5位，第5位藍黃就內欄 ，OK， 跑下先啦 ，OK， 等入直路睇下點衝法。OK， 轉彎入直路，仍然跟咗喺黃藍位啊，好睇啦。OK， 而開邊有個位攝出嚟啦，睇下追唔追到啦。大熱門就9，城中勇士就放到甩晒。OK， 好，田泰安出名捽。OK， 好啦，睇下捽，今次呢個捽得唔得啦 ？OK， 捽，睇下個 win 得唔得啦 ？OK， 過埋。OK， 7 win 97 Q 中。魅力星啊，真係可以啊，泥地啊真係得喎。佢可以機動啊嘛，嗱就係8號咧，其實落飛之中你就信隻8號，好明顯係特例前次啊，真係，如果唔係8號唔會咁樣大幅提升名次嘅。7號、9號、8號，跟住先到11號。前次 OK 啦，你睇下，好落力啊，一出幾下，跟好位。OK， 減分夠。有14倍喎，魅力星。係啊，佢係幾好分㗎。個位置佢係着假嘅3倍嘅啫，個升價一度贏翻143個半。OK， 中翻條小 Q， 82蚊，中翻個 win， 哇有14倍，多謝阿蔡。OK， 睇下啦，馬主拉頭馬。OK， 馬主皮草等。OK， 以前 Umaco， 阿 Charlie 話呢啲咁嘅行家。OK， 大把錢。OK， 夜馬第一場。